台北地方法院今日裁定郭文迪7000万，应缴费3000万交保。那郭文迪讲要等到后礼拜伊才来决定敢要交保。拄开学尔，屏东着国中生2个人起冲突，其中一个举美工刀啊，甲对方挥着伤，害人骹腿着爱添10外针，学校当咧进行调查。中华职棒红不让王这大师兄林志胜的引退系列赛今开始，林志胜讲这退休了后要做教练协助有棒球棒的囡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号验新闻，我是嘉豪。台北地方法院昨召开延雅庭，针对前民众党主席郭文迪台北市议员应缴费开庭讯问，合议庭在今仔日裁定郭文迪7000万应缴费3000万交保，2个人拢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限制住机，袂当和被告被团的证人接触，也着爱进行这电子监控，就是挂这电子卡扣，也个手机来监控。郭文迪讲，伊要等到后礼拜一才来决定讲敢要交保。夫人有没有觉得终于松口气了？夫人，那个市长可以出来了。郭文迪的太太陈佩琪伫民众党立法移动团主任陈志涵的陪同下出现伫银行，对着记者提问拢无回应。前民众党主席郭文迪牵涉强化涉案，关押到即阵，8月7号裁定郭文迪以7000万块交保，应缴费3000万块交保，2个人拢爱挂电子卡环，个案手机进入电子监控，另外袂使甲共案的被告证人接触私了，恐吓也是探听案情。就与柯文哲、应小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的重要证人均结问完毕，被告2人灭证串供的机会已经大幅降低了。法院裁定交保的理由是，这个案件重要证人已经讯问完毕，相关事情得到相当程度的保全。不过，对郭文迪相关的交保金、总金进度、甲郭文迪交保意愿，民众党讲正拍拼伫想办法。那现在又是一个天价的数字，柯主席本身会不会愿意被交保？这个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作为一个柯粉，然后作为党的秘书长，我实在很想跟主席讲说，是不是这边听我的，让我们花点时间努力一下，然后顺利的把你接出来。全党上下心情当然都很激动，那也期盼这一天期盼很久了，希望说这一次能够平安的回到家。社会政治人物也发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面世发文，讲唔知变怎公众感受，对郭文迪这段时间所承受压力甲折磨，感觉唔甘。民进党是发声明，讲尊重司法调查，卖冤枉好人，嘛卖纵容歹人，也好由当事人诚实面对司法。我们一向不对任何司法的个案来进行任何的评估，但我也只希望说人人守法，那司法检调单位依法来侦办。对郭文迪的交保消息，柯妈妈何水英接受采访时，伤心也欢喜。不过因为行路无方便，无倒来迎接郭文迪。有啦，我欢喜都一过来就足够多的。由应晓比已经先送到3000万的交保金，律师会使办理交保庭书，办理提解应晓比跟法院挂电子卡环。也若郭文迪暂时未完成交保庭书，律师团发出声明，伫8所办理律师见面，各地交保庭案裁定了后，郭文迪讲要搁再详细想看卖，设备早起律师见面了后，就过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自民党参议员兼农林水产副大臣的梁波宏文最近访问台湾，今仔日和伊的台湾太太呢做伙去访问立法院。这也是2017年过后，搁再有日本现任副大臣级的官员来访问。这梁波宏文表示讲，家己要和 AIT 处长郭立坚见面，双方拢认为讲，这台湾若种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也是美日同盟有代志，所以这台海和平是非常重要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热情接待老朋友，日本自民党参议员梁波宏文感觉真亲切，而且陪同来拜访台湾的参议员夫人，伊嘛是台湾人。除了欢迎，也要恭喜梁波参议员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再度的连任。同时，从去年11月，他也接任要职就是日本的农林的副大臣。讲到梁波访问，还阁兼做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虽然这届是以私人的身份访问，不过嘛是2017年了后，阁有日本现任副大臣等级的官员访问台湾，而且出席台湾地非农喜酒的活動，方認為真罕見。中身について細かい話はちょっと控え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まさに台湾有事、イコール日本有事、イコール日米同盟有事、これは安倍総理が残した言葉ですけれども、
そういったことを有事を起こ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な観点で様々に議論をさせていただいて。两部方面表示，伊嘛有甲 AIT 处长郭立坚见面，针对印太局势交换意见。双方拢认为台海和平是真重要。上时，南韩军方宣布，美国、日本、韩国会伫15举行年度防御演习“自由之刃”，正有要对应中国9.3阅兵、中国罗西亚甲朝鲜3国的态势。中国官方媒体也阁报道，金正恩伫咧甲习近平会谈的时阵，有对台湾议题表态。朝方将继续在台湾、涉藏、涉疆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官方声明其实讲到的是说，他们是支持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立场和努力。他其实没有提到台湾，本来也是取了中国的理解来维护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的现况跟稳定，所以说各取所需了。学者指出，北韩国防媒体伫咧讲的时阵，其实并无讲到两方的问题。分析北韩目前主要是希望甲中国展开务实的合作，强化经贸往来，确保政权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戏剧零级攻击测试伫咧华府举行美国首映会，北京进前的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也来到现场。欧布莱恩表示讲，中国可能伫咧2027年准备好势挺好侵略台湾。欧布莱恩也讲，即中国伫咧台海附近定定军演，这不只是戏剧，也是长咧进行。来看这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现场的报道。迎接定力攻击测试伫美国首映，以戏剧模仿台海开战的时阵，首映会上，伫川普第一任期出任国安顾问的欧布莱恩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伫2027年准备好要攻打台湾。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毋那只是戏剧情节故事。President Trump being in office and telling Xi Jinping, if you go after Taiwan, it's going to be war, which he said. Hopefully that's enough to deter what we're about to see in the show. But if it's not, I'm convinced that the good guys will win in the end. Spoiler alert! I think the good guys will win in the end. So. 欧布莱恩讲，美方对中国伫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感觉烦恼。因来首映进前，中国由罗西亚甲北韩等国领袖举行9.3阅兵，欧布莱恩也表达不满。Of course, it's kind of ironic that it wa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that fought and defeated the Japanese that the CCP is taking credit for over the weekend. It was Taiwan that should be celebrating the defeat of Japan, not the CCP. But 上来发言的驻美国代表朱大雷回应欧布莱恩的讲法，强调二战期间是中华民国甲美国陆军斗阵作战，更加考试中国是以反法西斯为名阅兵，行为却是亲像法西斯国家。讲到普什地带作战，朱大雷用中苏黑轮涉嫌拖长咱国海底电线来鼓励说明。The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is actually already ongoing. By all this aggressions, the cable undersea cables being cut. 不过，驻美代表伊东一度传闻出来，外团朱大雷的转任驻西班牙大使，即摆伊家己滚生笑，用西班牙语来拍招呼。Hola, ¿cómo están? Oh, sorry, I got confused. That's for my next job. Sorry. 这是零级攻击头一摆伫美国放纵。现场100多位来看的观众嘛讲，这出戏嘛展现台湾人民对有可能发生的战争已经做好准备。That right now defense spending is at record high levels in Taiwan. So I think if they're not prepared, they're definitely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Of course, this show showed us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a lot of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but I think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people are willing to defend their country. 来到现场也对乌克兰来观众，得到当前台海局势，23岁以乌克兰的身份，互咱这建议。Over preparing rather than under preparing, and I think in such critical situations as a potential war outbreak, you definitely want to be both psychologically prepared as well as militarily. 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咱来看屏东某一间国中有查甫的学生举比公刀啊，甲另外一个同学会着伤骹腿天10多掌。因本地是好朋友煞来起冲突，目前已经通报校安，学校调查结果会来处罚这2个学生。另外，屏东呢有一间旧址也发生讲，这查甫学生拍查甫学生，因2个咧自本伫咧国中就是死对头，学校即卖也已经启动校安通报机制啊。
这边卡达夫下卡这个超过7公分的刀痕，互家长是种唔甘的。我都接受囡仔是上课的时阵，互同学用美工刀画着伤。希望他们重视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利器。今天是刚好画到脚，改天如果画到大动脉呢？代志发生在初四下晡，屏东一间国中上课的时阵，家长这个学校第一时间想要假作无这件代志，嘛不满相同的学生和家长甲担拢无回事的，已经去警察局备案，无摆度提告。尽可能在今天或明天，把双方的家长再找来。再沟通，继续沟通。因班的导师讲，两个人平常时是好朋友，表现嘛拢真好。调查发现，讲是因为小可代志在冤家，扭来扭去的时阵，讲话着想迄个互踢着下海，才提美工刀啊，讲是要防话，所造成伤人的事故。第一时间已经通报校安，马车夫都是倒关怀。为了兑换奖品，戏弄翻脸而造成肢体冲突，那其中1名学生被划伤。另外一个校安事件是发生在屏东一间高职，一个查某同学对查某同学来实行暴力，造成伊的耳仔流血。在下课，这课堂跟课堂中间的那个下课时间，以伤势的情形部分，每一个学生今天还没到校，等到校之后，我们会再予以关心。接获通报后，已立即介入，并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相关程序积极进行查处侦办。学校这边表示讲，事件起因是两个人伫各中时期累积的恩怨，已经做校安通报，后壁会加强学生的情绪管理，冲突的处理和人际关系的教育，避免事件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9月开学啊，这学生跟住上课接触时间变长。有医生表示讲，最近学生到幼囡仔拢出现这发烧、嗽、吐的症状，学校的传染病例明显增加。A 型流感呢，还有这病毒性胃肠炎 RSV 病毒拢当咧行。疾管署表示讲，10月开始就要注射公费流感疫苗啊，也是建议大家爱接洗手、挂嘴罨。拜五下晡，爸母带囡仔到台北市的耳鼻喉科来看医生，甚至有囡仔做流感的检查，惊甲一直哭。9月7日，高中国小才拄开学，是有小儿科医师发出提醒，讲病毒过来报道啊，尤其是 A 型流感有相关的情形。我是家教老师，然后那时候就是有大概2-3个学生都就是这个礼拜这个学生全家感冒，之后下礼拜就换他就是全家 A 流这样。然后因为就是小朋友一感染之后就会变成传染给其他家人。要来打那个 RSV， 就是怕小朋友生病，因为小朋友生病就是一件很会让家长很害怕。新闻正常点来看，三大病毒分别是 A 型流感、病毒性的胃肠炎，也有 RSV 人类呼吸道融合病毒。医师提醒，若是 A 流，囡仔有明显发烧、头壳痛、规身躯酸抖抖、酸痛，比一般感冒更加严重。也若病毒性胃肠炎是落吐下症状。另外 ，RSV 病毒是可能出现烧甲真严重，配合快速检查，就在正确判断，拢是及早就医、及早治疗是上好的。暑假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家里啊，或者是阿公阿妈待在家里，或者是出去外面玩，比较少集体生活。那当开学以后，那同学都回归了，然后这大家都一起上课，集体活动，所以彼此感染的机会就增加。医师评估，因为防疫送来要疫苗保护力减少，不过流感疫情甲后来比较有增加大约1成，大约每10人就1人是流感。我们10月1号就会开始打流感疫苗，那也希望，大家因为疫苗还是避免感染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啦。如果可以打的话，还是鼓励大家打疫苗。疾管署也提醒，因为这阵流行疾病主要是经过这个喙烂胃着感染，亲像扫时阵挂喙暗，要定定洗手顶，基本的防疫做法也是必须要的。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少年队伫食毒少年囡仔的手机啊，查到这买毒品的线索。警方加做外送员去追查，伫咧台南抓到一对做毒品的翁仔某，现场有毒品原料成品超过2公斤，这市值有超过150万。这嫌犯的加这毒品染各种的口味，目的就是生囡仔来食毒。你这里面放什么？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不知道，并没有放东西啊。因为嫌犯无愿意配合，少年队员经摕马路甲柜撬开，果然发现内面唔有做过公司分弹，佮有卡西同旁精等制毒的原料甲工具。少年队表示，因伫休抓执行青春专案的时，发现有青少年透过网络去买到会当制作各种口味的公司分弹，一路按照线索去找找，甚至佮扮作外送员去追查。伫台南安平这搭高级主题区掠到一对制毒的翁仔某，分别是60岁姓王的翁婿甲44岁姓丁的太太。目前专案已经照毒品危害防
制条例移送侦办。嫌犯啊，因为伊要达到伊卖毒品啊这个目的啊，所以会加一寡像迄草莓口味啊、奶油啊、蜂蜜啊、蚵仔等等这口味啊是啥？这民众啊是青少年朋友去买啊去用来用。警方表示，这对毒丸样的制毒规模会当算是中盘商，那大个所在一个月厝税要到3万，就连藏毒品的柜仔嘛是专工定制，要有感应卡才有才调开。少年队这摆找到的毒品、新品、半新品加加的，价值超过150万。卡西酮就1公斤外啦。伊都米是应当过了8两，个所以他们挂定个新型毒品咱个初步估计算起来，遐差不多超过150万，这是咱就现场查到，较早伊卖出去，咱查到，咱唔知影，所以这部分阮个继续来用追查伊的来源。另外，高雄市刑警大队也对4月中将押线索一路调查卖毒的源头，8月18顺利抓到39岁姓洪的嫌犯，找到大量的僵尸分弹，还有安规他命、手枪、枪支等等。警方表示，姓洪的嫌犯从移送地检署了后，已经裁定羁押。记者柯亚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今年旧历7月15前2天，这新竹城隍庙落办查夜暗访活动。昨暗信众夜火把呢，照这清代团线路线出发，场面真壮观。也因为明仔载就是7月半中元，城隍爷会出巡，前2天呢，先来闹热一个。上夜大公主领队后壁谢范将军，各家火把民众，队伍按照清代流传至今的古城路线进行夜巡，为旧历7月半中元迄天城隍出巡先做准备。这是德参中元城隍节，新竹市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之一。拜四暗伫新竹闹热举办。茶叶暗访，那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的大少爷跟2少爷他们轮流出去先走。7月15的路线，那今年是我们大少爷出去走。过仪式包括开后门、夜街游行、茶叶暗访、甲绕境进歌，这夜巡仪式也是甲市民信众苦外的重要活动。因为民间相信讲，火光照过路，拢会当辟邪保平安。我们都城隍进行绕境正都之前呢，今天先轮到请他的大公子先带城隍爷出来巡视我们新竹市，那就是扫除路障，那当然也是整顿阴阳的秩序，已经是新竹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活动。8日就是中元7月半，有绕境进歌的活动，也是过活动的重头戏。新竹市府也邀请市民甲各地信众来参与，祈求平安顺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讲到这嘉义梅山进前，但也是风台甲7月2八大水雨霜害甲真严重，公所按算要发予乡民1个人3000块的补助，来减轻乡民中间的负担，而且也当带动在地消费。嘉义县的梅山乡因为但也是风台甲7月2八大水雨，对乡民的家园甲修行带来真大的损失。梅山乡公所宣布要针对梅山乡民来普发3000块的现金。这边风台来的时阵大部分的果实拢有损失。产生有一些农户他们拢修行拢无盖好。咱也是台风甲7月还会造成咱非常大的这灾情尤其咱这果农损失非常的惨淡公所体谅咱的农民的灾情梅山乡公所表示，针对这个普发，乡内暗算有17200多人会使领到。经费计共要6200万，会规划伫2020年乡内总预算内底，10月份乡民代表会定期会若是有通过，上紧明年3月就当来发予民众。伫咱公所主要财源有创意的经经之后，我是赞同讲，互咱乡亲每一个加一束互因过日子，因为有诶，咱咧做事人有诶真正真艰苦啦。乡长要发一个人3000块。阮家有4个人，总共12000块，这做过年压岁钱做欢喜的。当然是做欢喜啊，对大家家庭拢有至少拢有一寡个意义伫咧啦。梅山乡普发的对象是今年8月30日进前户口伫梅山的乡亲，乡公所已经开始办理编列相关的经费。这笔经费袂去影响到乡内其他预算支出。乡公所表示，这3000块无法度弥补乡亲因为天灾带来的损失，
但是也是希望透过这笔援助金，加减来减轻大家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内政部9月要提出着这税厝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厝卡会当有契约含继续签加起来3年契约期，敢若会当因为这厝主要家己大收倒转来尔。若准是要起租金呢，不会当超过当月这税厝指数的年增率。若准是发生纠纷啊，会当向当地区公所申请免费调解。厝价一直拢遮尔悬，统计全台差不多300万的税厝的人，对税厝的人来讲，毋若是要面对逐个月爱纳厝税的经济压力，若是拄着这状况，更加头痛。假如说我今天热水器坏了，那他可能一拖2拖3拖2个礼拜才来修，屋主可能天高皇帝远，所以没有在管。房东也会说，就是他这边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申请。那如果你想要申请的话，他就会说，那你可以考虑去住其他地方是可以申请租金补贴。维护全台湾税厝的人的权益，内政部9月要修法《租赁主体市场发展和管理条例》。第一是保障厝卡会当有订约含续约加起来3年的租期，厝主干那会当因为家己要大甲厝收转去，厝主袂当禁止厝卡申请厝税补贴，还是签入户籍。为这个修法，若出现争议，嘛会当向公所申请免钱的调解。因为很多房东他用自用住宅卖掉，他可以扣掉很多的税金，过程当中他们都是不希望人家去报税或者是迁户口，我都没有做房屋的买卖，鼓励人家去报租屋补助。另外，关系到厝卡爱开偌济钱的厝税，未来厝主嘛袂当想到要起厝税就随起，必须要伫租约到期6个月前通知，政府会限制起厝税的幅度，继续签约厝税起付，袂当超过通知迄个月厝税指数的年增率。假使迄个月厝税指数年增率是2%，以厝税2万来算，等于厝税的起付袂当超过20400。不要变成原来政府的美意是设一个天花板，房东的调幅不能超过物价指数，但是变成了就是说房东觉得原来不想涨的，即使租金没上涨的，就是照物价指数来走。民间团体指出讲，政府做的厝税统计含设定厝税标准的金额，目前实务上同款是有争差。加上好的厝源，这供应是袂符应付需求，或一寡保守规定的厝主结空，或政府透过各种都市的发展开拓更较侪税厝的厝源。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大学的这境外生109学年，因为新冠疫情豆豆减少，不过即马是有恢复啊。上新的113年学度来统计超过13万人，这前3名是越南、印尼还有马来西亚。这越南学生一年增加12000人左右。按来讲到这缅甸学生呢，113年也平前一年加4成，变做是第7大境外生的来源国。碩士3年的眼泪美，伫台师大读研究所。伊大學的時陣，就對馬來西亞來到台灣讀冊。伊當初是參加馬來西亞學校舉辦的教育展決定的。來到外國加減的煩惱，包括文化、口音，攏要開時間來適應。不過，伊感覺語言的部分接起來是較無問題。語言上不會有太大的出入，然後就是中文嘛，然後比較可以銜接上這樣子。然後也覺得台灣的就是人文風景，然後各個。就是都還不錯。教育部公布113學年大專校院境外生的統計，馬來西亞是9686個人是第3名，第1名、第2名是越南和印尼。越南生特別到4萬人，緬甸的學生嘛有明顯成長，113年2973個人，比前一年增加4成。但是緬甸生小姐講伊會來台灣，除了有親情做伴，另外一方面嘛是有經濟上的考慮。是學費比較能負擔得起。學費負擔得起是跟誰比較？跟歐美那邊，歐洲。台師大緬甸生是超過1000人，是全台灣上濟。學校捌佇緬甸的大地震發生了後，專門提供緬甸生助學措施，對境外生嘛攏盡量想辦法幫助因來適應。學校有那個專責導師的制度，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國際駐同仁也會這邊像簽證啊，然後還有一些語言，特別是語言，我們這邊有規劃一些華語的一些課程，都是有些是免費，有些是像 tutor 等等的。教育部指出講，越南的境外生一年是大增加12000人，是配合新南向和強化人口和移民政策的成效。不過第3名的馬來西亞其實人數是連續7年在落，可能和馬來西亞嘛面對少子化，當地嘛有較多元的升學管道造成的。另外，緬甸的部分是因為政情未穩、政變的影響，互華的學生真濟攏尋求出國留學。記者綜合報道。
中华职棒全垒打王大师兄林志胜的引退系列赛今仔日开始，连续3天伫咧台北大巨蛋进行。林志胜22个球季所创造纪录和国际赛表现，互球迷印象真深。林志胜就讲咧，退休了后，伊要做教练，协助有棒球梦的囡仔向目标来打拼。例行的打击训练了后，林志胜转来到休困的所在。今年中华职棒22年将有拍到引退系列赛，头一轮比赛总教练叶文忠就互伊先发拍第5棒11垒，也是本季头一场以先发1垒手出赛。嘿，先发对嘞，很开心，就是叶总给我个机会，我就尽力把我当球员的时间做好就好，能在场上多久，在那些短暂的时间，我把自己该有的东西都发挥出来。引退系列赛了后，林志胜袂阁再出赛，为此为足球迷抢买这个有买门票，要对蓝鸟时期就一直伫咧球迷下晡请假来买引退纪念商品。很乐观，然后也很棒啊，都会鼓舞大家。最欣赏他的就是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啊！我每次看他跳出去，我都觉得爽，就是一个爽字。志胜，恭喜你退休了，对，谢谢你，就是让我我希望这几天不要哭啊。不管球迷心目中的林志胜是安怎，林志胜希望球迷就好好保持。也来过去穿国家队的衬衫，代表比赛拢有真好表现，也互球迷讲天生英雄命，伊也直接坦白回应。是，觉得是我可能不怕失败。亚运金牌以后，我发现只要你不怕失败的话，去做，虽然结果可能不会像自己想的这么好，但至少你不会那么的挫折。引退系列赛最后一天，就要发表引退感言。林志胜讲，这2天困得袂歹，所有的情绪可能到礼拜才全部来溢出来。伊若退休了后，会转做这两队的教练，也会合作有棒球梦的囡仔向目标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桌球选手林文如，趁最近较无比赛，但来到台湾替台湾料理活动宣传。伊平常时对食食真有研究，伫网络也有介绍食食的口诀，咱做伙来看卖。露出必须的笑容，对镜头小皱眉。台湾桌球一哥林文如职业赛季，南韩时阵返台，为头一摆跨界大赛创作徛台，捧出4道料理，用于这几年的赛场记忆甲家庭的感情。听说你吃了蒸蛋之后，隔天就不小心拿冠军。除了以前出国比赛，跟伫身边的妈妈上定做的冠军吹能，等到台湾，林文如上喜欢食是阿嬷亲手种亲手采的素桂豆。虽然阿嬷过身食袂着啊，这摆伊亲自弃菜，佮加入减两零。更多还是四季豆本身的这个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些思念的感觉吧。我发想的时候到试菜，到最后结果出来，其实自己都参与其中了。林文如顶个月才度过24岁生日，注定因为征战国际赛场，口味国际化，面对高强度的比赛，创建个人美食社群小号来调节身心。当方面着前辈李勇会接近运动部长职务的期待，如果登去迄位，无啥讲话，一个一讲，希望大家愈来愈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新屋一间工厂顶礼拜二发生二氧化碳和气体泄漏意外，这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遐救援，因为现场拢是白色气体，情形真危险，最后是成功把这控制室员工救出来。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发现一个查甫员工呢，输正高二氧化碳入去，已经无意识啊！而且这患者脚趾片到大腿，因为温度加来结冰，夹伫咧座仔顶头，险险啊拔袂来。也因为这个患者身躯有45拍面积的冻着伤，也赶紧改送到南口中基病院急救。台南市交通局唔那定期公布酒驾的驾驶，也公布高风险驾驶名单。其中一站是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伊违规停车停伫咧红线，所造成死亡的事故。交通局强调讲，只要明显违规造成死亡事故者，就列入去公告，也就爱吊销驾照，3年后才会当再来考试。一架自家用的车停伫咧黄线顶悬，不过驾驶却无伫咧车顶，警察一日来也是甲伊开罚单，因为违规停车嘛是造成死亡车祸危险的因素之一。台南市交通局甲最近2件因为汽车违规停车造成死亡的案件，列作是高风险驾驶的行为，而且公布互大家知。发生一件案例于麻豆寮子朗里，
那因为该名驾驶人违规停车在红线上，那其他驾驶为了闪避该辆违停的车辆而发生碰撞，其中有位机车驾驶因伤重不治而导致死亡。那除了处以罚款外，也必须要吊销驾照，以及3年后才能得以重考。台南市毋若定期有公布食酒赛车驾驶的名单。根据高风险驾驶事件自行公开的原则，就算违规停车的时间真短，不过明显是重大违规，而且造成死亡的事故，经过裁罚处分完成了后，拢会启用公告出来。这嘛包括涉及社会重大交通违规的事件。多少可以遏阻？不过会违规的还是会违规啊，是效果不大，应该是要加重刑责会比较有用一点。即届公布的第12批，拢总有14件违规的案例。违规的地点分布伫咧麻豆、嘉义、善化、东区、甲国道1号等等的所在。几个驾驶因为违反交通安全规则造成死亡的事故，驾照吊销了后，依法3年以内袂当搁去考。交通局希望会当发挥警示的作用，嘛提醒民众都要遵守交通的规则，赛车、骑车拢要真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桃园龟山中期路一段早起有轿车为了要闪乌托邦，所以弄到这自来水排气的气门，造成车路淹水。那这轿车和乌托邦的驾驶是拢轻伤。自来水公司表示讲会甲这轿车驾驶讨赔偿。因为自来水的排气管煞弄断去，真侪自来水全甲路面拢是。代志是伫初5早起7点外发生的，桃园龟山中期路一段龟山往南口的方向，现场汽车甲机车相压，造成排气管受损，水流甲规个路面拢是。北上啊，一个那个老人家骑摩托车要过来嘛，老人家说我没有看到车子北上啊，他就闪他嘛，闪到撞安全岛那边。现场因为弄甲真大力，汽车的车头拢冒起，还佫有一台倒伫涂骹的奥多麦，事故造成汽车驾驶正手的手铐红佫肿，骑机车人身躯真侪所在刺伤，双方周测值拢是0，由消防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忠义路1段直行往林口方向，洪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由慢车道欲回转龟山方向，两车发生擦撞。自小客车撞击分隔岛的自来水截流阀。初步了解，事故发生原因是乌车自用小客车是直行，骑机车人准备转弯穿过车路的时阵，自用小客车因为闪袂赴，所以弄到中央分隔岛的自来水排气管。详细车祸原因也有待查清楚。自来水公司已经派人员第一时间把水关起来，嘛备料了后进行修理，后续会向肇事者求赔偿。记者采访报道。台中市推动市民坐公车10公里免费已经真侪年啊，不过这台中市坐公车的人数呢，对2019年的1亿3000万人次，逐年减少，去年剩8200万人次，无等到疫情之前的水准。市政府表示讲会想尽办法来吸引民众坐公车，有学者是认为讲，因为这公车驾驶夜长咧欠人，才会造成一寡问题。对高雄来的地小姐和民朋友第一摆到台中的轻管村，想要坐公车到后一个景点，但是等公车要开真侪时间，互因是真无奈。大概10分钟吧。对啊。可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为什么？就因为这样就花很多时间在通勤上面。市中心的这2个大学生嘛，伫公车站在研究路线，因为因想要坐的路线还未来，这会当转车才袂浪费时间。如果不是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重要地方的话，那可能就是得走路或骑车这样。台中市民坐公车10公里免钱的措施实行真侪年，2019年的时阵，一年差不多1.3亿的人次来坐，但是台中市审计处发现讲，台中市公车乘客数当年拢在减，到去年敢若剩8200万人次。市府表示讲，因为欠工，帮助部疫情进程欠二接，除了协调业者加薪水，嘛改善做工课环境，而且推出更较侪声音。提升大家坐公车的意愿。持续实施市民限定免费公车政策，于112年亦与中央合作，共同推出 T-Pass 定期票，提供民众跨运具的便利乘车选择。另外，台中捷运绿线的运量是长在成长，南线嘛伫要起啊。学者认为讲，公共运输系统应该以捷运为主，公车为辅，再搁加 U-Bike 等其他的运具。但若是无够利便，民众嘛是会选私人的交通工具。减班了以后，就变成搭车的人他的那个候车时间就增长了。
等候的时间不要太长，譬如说10几分钟，我应该都可以接受。可是如果他要我等半小时以上，可能我就干脆我自己还是开车去啦。学者建议讲，除了爱提升运具转移的效率，即温度网较紧建立，再当含公车互相配合，互民众使用更加方便。记者综合报道。雪霸国家公园和民间合作，昨呢头一届利用这直升机，把这河大248个仔仔载到水头放，因过爬山行路就要开6点钟，这回坐直升机呢20分钟就到山顶啊，咱做回来看卖。工作人员真细致，把河大的鱼仔仔装伫袋仔内包好了后，送上直升机执行放流任务。直升机飞到放流点了后，是用人力接管，行到苏格兰溪的源头。工作人员确认水流加环境了后，把鱼仔仔慢慢放落，搁检视适应状况。水管处甲民间业者合作，头一届用直升机专机的方式，测试执行河大的放流任务，因为缩短真侪时间甲人力，也互存活率会当提高。如果是用传统人力背负的话，必须要6个小时。这6个小时。背负的人要有20公斤的承载，其实对人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哦。水管处表示，这届选定240尾9个月的细尾鱼，放流区域是苏格兰溪源头甲秀克溪的交界所在。根据水管处的估计，去年族群数量差不多18000尾。去年虽然小可减少到16000多尾，不过适应环境能力确实有提升。那去年因为地震的关系，台风多次台风关系，所以会数量稍微减一些，可是还是到维持16000多尾的一个量，所以显示说，因为台风影响，它不会对我们族群量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基因的奇异度是很重要的，对这些族群未来去应付各种环境的改变，重点是要如何让他们能够扩大他们的这些基因的变异度。所以在不同的栖地，那它不同的环境，那时间久了，它自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异出来。学者表示，目前7家湾溪数量差不多是5000多尾，下湾溪甲落叶尾溪族群原来有较侪尾，不过渐渐到进步啊。苏格兰溪是相对较新的放流点，除了生态无共流血的新族群，基因嘛爱增加多样性，才有法度应付环境的挑战，建立稳定的数量。记者采访报道。中华的东丽溪这几年整治做甲袂歹，也正做这水鸟的生态地。不过7月几的时阵落大雨，这溪里面和这鸟啊休困的坡道，却互大水冲去。在地团体也建议县政府就要制定河川的管理计划。有33公里长的中华东丽溪，除了是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这几年经过整治营造，嘛正做侪水鸟的生态地。但是在地团体却发现，今年7、8月大水雨，河岸边的土坝流失，河床的坡道生态嘛受到破坏。这几届的大雨我看到伫沿河内底大概是4到5处的湖岛拢去流失掉了，很可惜啦。我们也观察到，讲咱的包括鸟类包括咱的红冠水鸡啊，原本伫咱的水面拢足多即摆要看到拢有较困难一点嘛。长期关心东丽溪整治的乌埔社区大学表示，东丽溪的坡道是由水生植物和土沙组成的自然生态，大部分会伫河床中央，嘛是因咧观察水鸟正重要的生态指标。即便大水雨造成袂少坡道消失，和水鸟失去生态地真无彩。希望政府会当制定相关的河川管理计划，保护真无简单营造出来的生态环境。每年都有定期跟不定期针对一些排水的状况去做清淤的动作。7、8月的雨量比较多啦，所以造成有一些地方有可能土体有冲刷，比较流失比较多的部分，我们就是可能用太空包或覆土，把土皮恢复原状。水资处表示，东丽溪拢是较天然的土沙河岸，本身就较会因为大水雨流失。水资处讲，针对流失较严重的所在，未来做复原施工的时，会尽量恢复原本的无忧，嘛避免人为干扰，佮去影响到当地的自然生态。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台南台基街一个拜六起股，今年以台基日厝做主题，串联市集美场等10个所在，有规划拍通关活动，鼓励民众今日去店家内面开喙讲台基。文化局是希望讲这宝器呢，会当伫咱的生活当中定进。
台顶念歌一句接一句，表演让人感受到台语的古早味，这嘛呈现台南台语为活动的多元风貌。不管是唱歌念诗，拢通用母语呈现。今年有中正80周年纪念图剧《南岛孤影》，活动礼拜六要伫5横公会堂起稿。这回以台语入厝做主题，向人家台语定根伫咱的生活内。生活内底有足侪机会会当讲台语。所以阮实在是用迄个上生活的一个用语来跟台语的活动来做一个结合。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台语的文学月的活动，但是文学其实就融入到生活当中。台南台语月到达第7档，今年较特别的是用入厝走馆活动，主办单位伫10个地点翕20个底片，内容是阿嬷带孙准备入厝的过程，民众看影片佮回答问题，透过游戏方式，互乡亲体验。行路的台语文化，嘛通自然开嘴对你讲。不一样的方式，用有影片的方式，然后也有市井潮语演出的方式。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台语游乐园的亮点的活动。那其实主要就是营造一个都是讲台语的空间跟环境。这个月假期拢有台语活动，重头戏是9月20，有10位台语家庭斗阵摆搭设计游戏，成做一个台语游乐园。文化局讲，母语就通落实世代共学。代代传承，母语的前途才会光明大拍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今年1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高雄历史博物馆加国家人权委员会和德国基金会合作，用儿童权利做主题，伫咧做赢举办特典。甲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因为战争、政治来造成囡仔互掠去的事件，透过文字影像来甲这受害者的故事讲出来，带大家做伙来思考儿童权利的问题。Weil, wie Sie hier sehen, es ist verschwommen. 来自德国长期关心人权议题卡明斯基博士，甲大家了解这摆展览设计用意。这个个看袂清的字，都是代表儿童权利伫真侪国家社会，拢是受到压迫、暗藏，互人看袂清楚事实的真相。博士讲，这摆展览有收集过去德国、苏联等国家的实际案例，透过文字影像，要带大家来重视儿童的人权问题。这摆甲高雄历史博物馆合作办展览，博士也正感谢官方加入台湾的案例。Nicht nur, dass Sie den taiwanischen Teil hier recherchiert und ergänzt haben. Die Präsentation dieser Ausstellung ist ganz exzellent. Also wir sind sehr begeistert, alle aus der deutschen Delegation. Das ist eine wunderbare Form der Zusammenarbeit und wir sind sehr, sehr, sehr dankbar. 这摆展览主题是防偷抱去的囡仔，过去因为战争也是恐怖组织，有侪儿童从强制带离开父母的身边，有的甚至爱改名，放弃原本的语言甲族群文化，这拢是错误的。这摆展览要加入3类台湾的历史，官方希望透过展览会当让大家对历史当中学到价值，同时知影民主自由的珍贵。一个历史文化展览的方式呈现他们的历史。是一种对于他们被偷走的人生的一种回馈。透过我们这一段转型正义的历史，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他们现在所拥有的自由民主是多么的珍贵。11月20是国际儿童人权日，官方表示，展览对初5起，会伫左营等到11月初2，落尾会刷来到市立图书馆展览。官方期待大家做过来关心儿童人权议题，斗阵来守护囡仔权利甲未来。记者郭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印尼的反政府示威到今是第12天咯。学校、公司拢因为这安全问题开始停课或者是居家办公，也害外省员的订单减少真多。这消息一传出来，南亚地区的社群媒体就人利用这外省平台，对外国送餐或者是送日用品的活动，和印尼的司机和外省员感觉真混乱。印尼学生罗江人权团体发起的反集团，反对独立家己的街头示威。伫这21日，伫网络有约车辆的司机意外，和警方的装甲车弄到死亡了后，警民对立的冲突场面是愈来愈严重。伫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23岁青年阿迪布，正关心印尼示威活动新闻的同时，也加入社群媒体的跨国精神外送，帮助印尼司机甲外送员的活动。I first saw this particular initiative online where there were many Malaysians and also there were many calls from other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like Thailand, Singapore, telling us all to contribute to what's happening in Indonesia, contribute to the people and what they're doing by sending support through food.
阿迪布伫网络有约车甲外送平台 Grab 订好餐了后，通知接单的司机，并且伫对话留下祝福甲问好的信息。路透社记者到印尼雅加达外送员集中的所在，来问即个跨国经商外送的情况。那时几内人拢讲有收过即个身份人的经商。Lumayan seneng Pak, seneng banget malah. Jadi kita setiap hari ada ngebantu makan juga, makan gratis istilahnya gitu Pak. Bisa bagi-bagi sesama rekan ojol kan. Grab 甲 Gojek 是东南亚地区上界普遍的两种外送平台，使用者除了点餐以外，也使买日用品，也是有约汽车甲奥多拜来接送。敢若是印尼估计，包含兼职在内，最长工作大约有150万人。原来最近2礼拜以来，规路控制到持续的骚乱，道路交通电力封锁，学校、公司、行户为着安全，拢停课休困，也是伫咧厝办公。网络有约车的司机甲外送员的订单减少真多，日常3顿拢真侪问题。这时阵的跨国经商外送，对收到人来讲，礼物虽然无啥物，不过心意却是真深。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之前期间，一名荷兰犹太艺术收藏家有117世纪意大利的名画去互纳粹抢去。经过80年啊，一名记者伫咧阿根廷的一条买厝广告内面呢找到这幅图，想袂到这幅图目前的主人就是进前纳粹官员的查某囝。阿根廷政府也以暗砍侵占等罪名，把这个小姐和伊翁婿抓起来。到伫二战结束了后的80年，去互纳粹抢去的艺术画作总算阁出现啊！这幅图号做科雷奥尼伯爵夫人的画像，是意大利真出名的画家杰苏兰德伫咧17世纪的作品。1940年，纳粹入侵荷兰了后，多位犹太艺术收藏家高德斯地手头抢去。战后，这幅图去互闪过司法审判的前纳粹官员卡德金抓去阿根廷。几20年了后，即马竟然出现伫咧卡德金因查某囝委托要卖厝的相片内底，而且还阁是去互一个记者发现的。阿根廷警方接到通报了后，甲卡德金因查某囝甲因翁婿逮捕归案。Se tuvo por formalizada la presente investigación en torno al delito de encubrimiento agravado. Las partes, los imputados decidieron de momento no hacer ningún tipo de manifestación. Y también se dispusieron una serie de medidas cautelares, principalmente entrega de pasaportes, fijación de domicilio y prohibición de salida del país. No recuerdo qué me dijeron en ese momento porque la verdad que estaba muy asustada con el tema. 检方表示，这对翁仔某涉嫌暗砍的罪行是真严重，因为这毋若是一幅图尔，这牵连纳粹种族灭绝，甲背后对这个非人道行为资金的援助。而且阿根廷警方伫咧几啊届突击的搜查当中，还阁查到其他同时期的版画、素描，还阁有219世纪的画作。艺术专家估计，意大利的画家杰苏兰德的作品拍卖价值为18万至27万的美金不等。伫咧艺术品拍卖市场，价值是属于中坎至悬坎这个坎站。遐人原底收藏这幅图的犹太收藏家高德斯蒂，伊的逝世即嘛透过 FBI 甲阿根廷的检方通知，讲因已经伫咧美国纽约提告，而且已经甲文件拢准备好势，要甲因老爸珍贵的收藏搁讨回来。公视新闻洪如梅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7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遥金马马祖对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